傳說 ZA 出咗1個月之後呢，就有新一包嘅 Pokemon cards，就係呢包啊！呢包裡面呢就有類似 game 裡面嗰啲 Mega Evolve 嘅 Pokemon， 拆嚟睇下先。咩啦？第10張就可能有張勁嘅 Pokemon 卡急凍。誒，我見到呢個急凍了嘅咩？去睇個巴波斯啦，原來係睇精嘅 Pokemon， 仲有2張。好啦，今次分享嚟到呢度，拜拜。